大家好，我係菲菲，又嚟到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製作嘅2026年香港網上商店最前沿市場推廣課程第6堂。上堂我哋講咗病毒式短片種草，希望大家已經用 CapCut 試做咗短片，上載 Reels 或者 TikTok 測試效果。今日第6堂我哋講中階實戰，抖音 TikTok Shop 直播帶貨，用中國抖音、拼多多社交商務模式教香港實戰應用。抖音同拼多多社交商務模式強調直播加群買家即時互動，創造 urgency 急迫感同社區感。2025年抖音電商 GMV 超過3.5萬億人民幣，直播帶貨佔重要部分。TikTok Shop 借鏡呢一個模式，全球 GMV 2025年上半年已經達262億美元，全年預計超過660億美元，直播轉化率高達傳統電商10倍。講到香港應用，2025年底香港 TikTok 成人用戶達169萬，廣告觸達率高。TikTok Shop 喺亞洲爆發，香港作為跨境樞紐，適合借鏡抖音直播模式。香港消費者愛即時互動加限時優惠，直播帶貨轉化率高10倍，特別適合美妝、時裝、電子產品網店。2026年預計直播銷售佔 TikTok 整體10%到20%。TikTok Shop 2025年全球 GMV 爆升，美國上半年58億美元，東南亞如印尼60億美元。香港品牌用 TikTok Live 帶貨，轉化率高10倍，單場直播可賣數萬件。借鏡抖音，品牌自播加微網紅合作，銷售增長120%。例如美妝品牌直播 demo， 觀眾即時下單 ，ROI 高達10到20倍。其實操作步驟超簡單，香港中小網店低成本開直播。1. 喺 TikTok App 申請 TikTok Shop， 香港已資源，連結 Shopify。2. 準備直播，用手機或者電腦設產品標籤，加限時折扣。3. 揾主播，自己播或者合作微網紅 Performance Base 付費。4. 直播技巧，前5分鐘 hook 觀眾，即時答問，催單，限量，倒數。預算初階港紙2萬起，設備加微網紅加廣告推流，適合每周2到3場。2025到2026報告 ，TikTok Shop 直播轉化率高傳統10倍，參與度升2到3倍 ，GMV 貢獻10%到20%。香港直播帶貨 ROI 高，單場可達數倍回報，因為 urgency 同互動強。2026年香港網店 TikTok Shop 直播帶貨係亞洲模式必學，借抖音經驗轉化爆升。下堂講小紅書種草營銷，申請 TikTok Shop 或者檢查資格，計劃一場簡單直播，選3到5個產品，列出腳本大綱，做完留言分享。多謝收睇第6堂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頻道，下堂見，拜拜。